咁其中有一隻廣告咧，肯定大家都睇過，就係郭富城、黃曉明、吳莫愁、羅志祥、蔡依林，佢哋喺一個飲料廣告入邊跳舞，跟住喺佢哋隔離咧就有兩隊機器人喺度踢波。係。咁我覺得好奇怪，啲明星跳舞同機器人踢波有咩關係咧？係咯，有啲咩關係咧？4年一度嘅世界盃可以講咧係帶動咗唔少經濟娛樂嘅發展㗎。市面上無論係食嘅、着嘅、玩嘅都離唔開世界盃，所以某個品牌嘅飲料都唔會放棄呢個機會啊！佢哋請嚟咗郭富城、蔡依林、羅志祥、黃曉明，仲有吳莫愁一齊拍攝嗰部 MV， 仲揾咗 Michael Jackson 嘅御用舞蹈老師編排舞蹈添啊！上演咗一場足球版精舞門，成支舞蹈以足球隊伍作為原型，郭富城為前鋒，蔡依林同羅志祥啊穩守左右翼，而黃曉明呢就變身解說員嚇，咁吳莫愁咧冇留意喎。雖然郭富城帶傷上陣，但係舞王始終都係舞王啊，一樣咧將最有力量嘅一面表現出嚟。而呢一邊蔡依林咧就表示呢一隻舞啊比較啱男仔嘅風格啦，以往都好少嘗試，不過夾喺兩位舞王嘅中間，反而俾到佢更加好嘅動力添噃。